大家平安，欢迎收听10月初1的迦南之声。我是尤破风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心旅程。主，我跟你走。撒母耳记下1到3章。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上主是我的牧者，我亦无缺乏。他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安静的溪水边。诗篇23篇的1到2节。出身偏乡贫困家庭的红桃梅，小时差点被领养。小学他因为农具而受伤，十指不全，反而更加坚定一份出人头地的动力。史无前例的，他成为全村放鞭炮庆祝的第一位大学生，并出国留学，考过了国家高考资格认定，现职为资深心理咨商师，为拉第什心理咨商所的创办人。一路走来曾经历经霸凌、嘲讽、情伤以及神迹的医治。他深知唯有跟随上主的脚踪是最美的祝福。如今近17年来，他为了要落实上主的爱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红桃梅老师的咨商对象涵盖全年龄层。当我们教会也有跟他合作，帮助我们在亲子儿童有做很美好的工。在哀悼扫罗和约拿单的死之后，大卫完全不记恨扫罗带给他多年亡命于旷野，与妻儿分离，被人嘲讽，又四处流浪的煎熬。上主使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面对人生的方向，未来的道路怎样规划。大卫没有凭借自己的判断，也不是根据幕僚的建议，而他寻求上主的心意。他到底要何去何从？我们看到他借着祷告祈求，大卫得到上主的回应。他说上希伯伦去，就是耶和华上主对他说的。所以当他寻求上主之后，上主告诉他前面的道路。大卫敬畏和信靠上主的一个重要的证据，是他在一个个人任意而行的世代里面，他仍然凡事寻求上主的心意，连居住的地点也听从上主的指引。我们看到这才是上主悦纳他的原因。我们看大卫学会了如何在环境最恶劣窘迫的时候，仍然信靠上主，亲近上主，赞美上主。在窘迫的时候，仍然信靠上主，亲近上主。他赞美上主，他的祷告，他的哀求，他的盼望和眼泪流传千古，至今仍然是许多人的最爱，也最得安慰的诗章。如今上主带领大卫回到犹大的希伯伦，同时呢，也感动犹大人聚集到希伯伦。作者用犹大家让我们明白，犹大支派所有的人拥立大卫做他们的王，是他们共同的心愿和一致的行动。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是大卫第2次被膏，
距离第一次被撒母耳在伯利恒的家中膏他作为接替扫罗做王治理以色列人，已经超过了7、8年以上的时间哦。上主在这一段旷野漂流的期间，历练了大卫属灵的品格，扩张了他的境界，从一个牧羊的少年人转变为一个有宽广胸襟又兼具谋略和视野的领袖哦。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按着上主的心意而行，按照上主的应许得着帮助。我们看到任何的势力都即或在遭遇无数的困难危险当中，他仍然能够按照上主的心意，他不被阻挡。我们看到经文里面提到押尼珥身为第一线的将军，最能够亲身感受耶和华上主给大卫的应许，是一个无法抵挡的力量。扫罗的将军押尼珥带着20个人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允诺大卫：我要起身去招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做王。大卫不但得到众人的拥戴和押尼珥的投诚，作者更在第3章一开始就为即将成就的事写下了一个标题：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呢日渐衰弱。圣经作者要记载大卫在希伯伦作王期间得到了6个儿子，借此表达大卫他因为遵行上帝的心意，有上主的同在而日渐昌盛。但愿我们的人生旅程当中，以信心跟随上主的带领，就如同大卫一样，这位上主必带领我们进到宽阔赐福之地。我们来思想当每一件事在做决定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你会先求问上主，还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一直陪伴着我们走在信心的旅程。我们知道在这一条信心的旅途中，我们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挑战，但愿我们拥有坚定的信心，让我们勇敢地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一切。我们看见大卫如何凡事求问上主，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以信心跟随你的带领。愿我们在这条信心的旅途中学习谦卑，我们也能够学习来寻求主的智慧和带领。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能力之上，而是建立在我们的恩典还有能力之上。这是神你给我们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友伯牧师，在此祝福您以信心跟着上主的心意走。我们明天再见哦。